市场上大部分的饮料店大多采用热泡茶汤来制作茶饮料，此茶汤做法称为热泡法。它的原理：使用热水来浸泡茶叶取得茶汤，泡好的茶汤加糖加冰块来制作出好喝的饮品，也是最快速萃取大量茶汤最快的方式。茶饮是一项很专业的技术，如何制作出好喝不苦涩的茶饮，即有茶味的奶茶，必须了解茶的特性。若制作单茶、水果茶，则必须使用中浓度的茶汤。饮品如阿萨姆红茶、柠檬红茶、墨香绿茶、多多绿茶、乌龙茶等等。而奶茶必须使用高浓度的茶汤，简单说就是苦涩的茶汤，做出来的奶茶才会有茶味、有奶味。奶茶跟咖啡的原理相同，当我们喝一杯黑咖啡，很苦，但加奶加糖后，苦味不见，整杯咖啡变得又香又好喝。饮料中的糖扮演很重要的角色，它可抑制苦涩，提升风味。糖是元气之神，但过多的糖会造成人体的负担。一家专业的饮料店，奶茶用的茶汤与单茶用的茶汤会分别制作，员工在制作饮料时不用特别去调整比例，减少流程错误。我们常见的冰块有方形、圆形穿孔，而专业的饮料店会使用月形冰、圆形冰或不易溶解的冰块。冰块若要不易溶解，一个因素是冰块形状，另一个因素为冰块硬度。冰块看似普通，但它暗藏玄机。一家专业的饮料店会使用不易溶解的冰块。当消费者透过外送订购饮料，从制作饮料到消费者手上，这杯饮料可能超过30分钟。饮料若使用方形冰制作，到消费者的手中，饮料中的冰块可能已全部溶解，茶味浓度也下降。若使用月形冰，可能还是无动于衷。任何饮料只要浓度不足，皆称不上好喝。最难喝到的好茶在启丰。饮料店创业课程培训，饮料茶叶、原料、果汁批发供应，外销出口世界各国。电洽0229432608，或网址列输入启丰即可搜寻到本公司官方网。